Hello，各位師兄好，咁我哋今日就翻嚟高股息計劃第150，亦都講下新創建，而家叫做周大福創建659嘅6月中期業績啦。咁喺講之前，我哋就睇睇我哋嗰個月供計劃表啦。亦都係照舊，除咗中銀香港同659係有賺之外呢，其他嘅股票都係依然有虧損嘅。成個組合唔計股息嘅話呢，虧損都要負1至2左右。若果計埋股息呢，就可以賺到13.59%。表現都係屬於參差啦。因為如果你可能係買定期嘅話，可能個表現嘅話都係差唔多。若果同310比呢，咁310嘅表現就好啲啦。如果唔計股息呢，齋買310 ETF 呢，就係5.73% 賺。如果計埋股息呢，都有賺2成2嘅。睇嚟唔使用腦嘅 ETF 仲表現好得過不停轉嚟轉去嘅高股息計劃。好啦，我哋就去返呢個659周大福創建啦。成日都講咗新創建嘅，都要慢慢改口啦。今次表現都幾好嘅，亦都有驚喜啦。佢會派呢一個特別股息。今次派特別股息，主要原因佢都出售咗一啲免稅店嘅業務，亦都得到一啲現金出嚟。仲有之前佢係做飛機租賃生意嘅，嗰啲保險嘅賠款都已經完成，一共得到1.45億美元嘅，即係11億港紙。出嚟嘅呢啲現金啦，佢都好大方咁樣咧派翻俾股東嘅。當然啦，鄭氏家族佢哋都好需要現金去做佢哋嘅新世界嘅。作為現金投資收入嘅股息投資者咧，659會有一個唔錯嘅選擇，因為你會知道呢間公司嘅使命啦，將係會要為股東帶嚟一個可以平衡到嘅現金收入，亦都唔會太過分或者太高風險嘅投資，應該會有一個唔錯嘅平衡選擇嚟嘅。另外呢，佢嗰個應佔經營溢利呢都增加咗4%，五大業務表現都唔錯嘅。雖然佢收入啦就輕微減少咗，但係呢亦都係一啲可預期同可控嘅。另一方面嘅佢仲要係手持呢一個186億現金喺身啊。186億係一個咩概念呢？就係呢間公司市值只係280幾億嘅啫。一間值280幾億嘅已經有180億起身，佢真係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。而佢嘅負債比率呢都係40%不足嘅，成個財務都非常之健康。之後呢一頁呢，亦都講佢嘅五大業務，再加呢一個策略性投資嘅狀況嘅。呢五大業務裏面嚟講呢，有2個業務呢係會比較弱嘅。分別會係道路啦。道路公司亦都講明咗啦，佢都慢慢會賣出一啲道路嘅資產。始終佢哋都係對呢一個收費公路啦個不確定性明顯出現啊。亦都唔會對呢一個行業啦會有一個好高期望樂觀嘅增長，你可以話每年都會有一個微微嘅跌幅嘅咁樣。另外一個比較弱啲嘅就會係設施管理啦。佢哋嘅設施管理啦，將會慢慢退出呢一個免稅店啦，已經都賣咗出嚟。應該會到下年嘅表現啦，成個設施管理都會好啲嘅，反映翻一啲唔好嘅虧損業務。最主要設施管理都係由3大支柱組成嘅。第一個嘅就會係佢嘅廣怡醫院啦，第二個係啟德體育園，喺今年先會正式有現金流嘅收入啦。最後就係佢嘅會展中心嘅。完咗 Covid 之後，會展中心其實就翻嚟㗎啦。理論上嘅表現應該都係穩定嘅。廣怡醫院亦都佢哋認為佢哋比較樂觀啲嘅收入來源之一。最後就係啟德體育園，終於都係有正面嘅收入。咁嘅狀況之下呢，都預期下年佢哋嘅設施管理會表現得好。至於保險同埋呢個物流啦，將會係周大福創建嘅主打㗎啦，咁你呢2個行業依然保持強勁嘅增長，佢哋都認為啦，佢哋本身即係之前已經打好嘅基礎嘅物流中心啦，係有一個幾好嘅護城河嘅，再加埋保險業啦，佢哋自己做咗佢哋自己嘅一套生態圈，應該就可以繼續維持佢嘅收入增長嘅。
而至於建築就係關於呢一個北部大都會啦，佢哋都去接咗一啲建築商做唔掂嘅5-6個 project 嘅，咁喺呢一方面亦都會有盈利，但係我就唔會覺得建築業將會帶嚟更大型嘅增長，始終投地少咗啦，政府嘅擴建亦都會減慢，咁呢一方面我就唔係太樂觀啦。咁但係縱觀以下睇下面嗰頁現金流量表啦，咁啲今年係非常之強勁嘅，咁帶嚟嘅現金係增加咗37億2,200萬。即使佢今次派埋特別息，只係使24億嘅狀況之下啦，佢依然都仲有現金流可以墮落袋。咁所以話周大福創建嘅財務狀況都幾好啊。咁亦都喺佢哋嘅循加息嘅狀況之下啦，可能每年加1仙、6毫1仙、6毫2仙、6毫3仙。咁另外啦，最後嘅亦都有講啦，為咗佢增加股權流通量咧，佢哋發行咗一個叫做債換股嘅計劃。咁呢個債換股計劃咧，本應就定喺8蚊04仙3，咁而家就調整翻7蚊3毫9仙。咁最主要原因係因為佢有派呢個特別息同埋股息6毫子，咁所以佢會有所調整嘅。咁另外咧就係周大福創建咧，收咗咁多錢翻嚟，咁多現金啦，當然就開始做其他嘢啦。咁佢哋都開始擴展佢哋嘅中華地區東南亞嘅財富管理業務。咁財富管理業務係一個毛利率非常之高嘅一種業務嚟㗎，佢好容易靈活同埋好容易控制成本，咁所以都係一個唔錯嘅新業務嚟做。咁呢個業務應該會直接幫助到佢哋嘅保險業務啦，咁亦都建立佢哋自己嘅周大福創建生態圈，咁亦都算係達成佢5-6年前話新創建要改革啦。咁最後嘅我都認同嘅就係，即使佢哋嘅新世界17違約嘅話咧，因為周大福創建已經賣咗俾鄭氏家族啦，佢財務嘅影響都可控嘅。咁唯一會發生咩事嘅就係周大福創建要俾心機再揾多啲錢，派多啲息俾鄭氏家族去救新世界啦。咁所以喺咁嘅狀況之下嘅話，作為股息投資者嘅話，呢個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喺美息將會喺年中至下半年會減嘅狀況之下啦，咁佢而家嘅如果計呢一個正常股息唔計特別息啦，佢都有9厘2左右，咁非常之吸引啊！財務穩健，派息比率低，咁9厘2冇乜其他選擇㗎啦，咁我哋依然都會持有呢一隻，咁唔知各位師兄又點睇呢？不妨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期再講，拜拜。